早期肺癌通過手術成功切除之後，我哋嘅重點就係確保治療目標能夠達成長期無復發。輔助治療嘅時機非常靈活，醫生可能會喺手術前或者手術後針對性地對付體內潛在嘅微小癌細胞，鞏固治療成效。過往我哋嘅治療選項相對單一，主要集中喺輔助化療。但隨着現在醫學發展，我哋擁有標靶治療、免疫治療等更加多元化嘅輔助治療選項，能夠更精準地幫助唔同病人。輔助治療嘅選擇必須高度個人化，我哋會透過癌細胞 PD-L1 表達水平以及 EGFR、ALK 等基因突變檢測情況，來為患者制定最適合嘅方案。例如，針對特定嘅 PD-L1 高度表達早期患者，術後輔助免疫治療係一種重要嘅選擇。佢能夠訓練同埋激發病人自身嘅免疫系統，持久地預防復發。我哋好高興呢項重要嘅輔助治療已經納入醫管局安全網。呢個代表經濟有困難，但符合資格嘅病人都有機會獲得符合國際標準嘅輔助治療。請主動同我哋嘅醫護團隊諮詢，了解最適合你嘅輔助治療方案。關於安全網嘅詳情同埋申請資格，請查詢醫護團隊。